明年全国运动会将伫台南登场，市府团队以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办。不过，议员陈义典伫调教的工作报告，除了关心选手优质的训练环境，嘛以嘉义、桃园、中华等县市为例，因为因当初办全运会拢是互选手的奖金加倍提高，所以要求市府嘛要好好思考，互选手上实质有效的鼓励。不管是奖励的金额，或者是培训的照顾，其实我们相较其他县市，我们都觉得稍微已经是矮人一截了吼。那奖金的部分，今年好不容易我们这个全运会，终于在我们台南来举办哦。那我想奖金是对选手最实质有效的感受跟鼓励吼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哈，我今天听到局长说应该不会增加了吼，我觉得是蛮失望的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距离10月份还有一段时间吼，希望局长还是针对奖金的部分要去增加，这给选手，而且不是金牌，也是每一个奖项、每一个夺牌项目都要去增加，给我们选手最实质夺牌的一个鼓励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其实我们虽然奖金仅次于桃园呢，跟台北市、新北市其实都一样，但不过呢，我们从其他的训练的过程中的资源，其实远远超过这个奖金呢。在训练过程中给他好的资源、好的这个补助，那才是比较重要的。其实奖金都还是其次。那未来呢，等到他拿了成绩了以后，我们每一个月都有编他的训练会给他，这个是等于说2年啊，未来2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。会中贸议员对内赞谢积极争取选手的奖金，强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另外嘛，因为这摆全会包括射击、自由车等这项目，咱无符合国际标准的场地，这当刷到其他县市来办，嘛凸显台南自有专业场馆的不足。另外嘛，要求市府趁机会来思考资源分配。台南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报道。